冇玩過㗎？應該呢度冇啦。冇玩過。 1、2、3，哎呀，爭少少，爭少少。唉，浪起晒，就係咩？就係真係啱好笑。大家好，我係香港花式劍球協會會長李浩祥。其實劍球咧最簡單嘅玩法咧就係將呢個劍身啦拉個球上去嘅。咁呢個係最基礎嘅玩法，可以拉起個波，可以插咗去嗰下，哇！嗰下咧就係最有成功感嗰一下啦。叫得做劍球啦，顧名思義就係個球啦，有把劍啦咁樣。咁中間有條線嘅，係嚟自日本嘅一個傳統嘅運動嚟嘅。咁好多人咧都以為佢係一個玩具啦，但其實劍球近幾年咧已經演變成為一個專業嘅運動同埋一個表演藝術嚟㗎啦。最開始接觸呢個劍球咧係好得意嘅。咁啊有個朋友咁啊經過一個10蚊店啦，咁啊見到一個小擺設，咁啊買咗翻嚟玩。咁其實都唔係好玩得嘅。咁啊我見到啦，咁啊同佢一齊玩啦。嗰個咁嘅小擺設咧都玩咗個星期。咁後期咧有個同學就同我講啦，其實呢個咧就係嚟自日本嘅運動嚟嘅，咁啊不如你正正經經買個比賽用嘅劍球啦咁樣。咁嗰時香港都未有得賣嘅，咁啊仲係要喺一啲日本嘅網站去拍賣翻嚟。咁啊終於買咗翻嚟咧，咁啊其實唔識玩嘅喎，淨係得一個日文嘅說明書。咁啊跟住嗰本說明書死練難練。去到後期啦，咁啊開始網上就多啲嘅唔同嘅教學啦咁樣，咁我就聯絡到台灣嘅劍球協會，咁啊一步一步去學習啦，甚至乎有好佢哋咧就贊助我成為佢哋嘅球員，咁所以一段時間咧我係飛咗去台灣做集訓，之後咧就去日本再打世界盃嘅。喺日本咧佢會有一個制度咧，就係有唔同嘅級別嘅，即係例如基礎啊、專家級啊或者係大師啊咁樣，佢已經係有啲花式咧去考我哋㗎啦。咁當然，如果你識嘅動作越多，你咪可以考嘅級數越多咯。除咗即係台灣啊，其實日本啦都會有一個叫做劍玉師嘅一個工作啦。佢哋就係專門咧都係做推廣劍球啊，去做表演啊咁樣。所以好多人都會覺得劍球咪就係就咁接波拋嚟拋去就遠。但係其實咧近幾年咧，我哋即係融入咗好多嘅元素，例如一啲雜耍元素啦。甚至乎咧，你當好似搖搖咁玩都得嘅，佢冇限死你嘅。即係最緊要咧就係你嘅創意，係啦。所以呢樣嘢都真係點解我一路可以玩咗咁多年都唔厭嘅原因咁樣咯。係難度再高啲咧，佢企喺個膊頭都得。最基礎嘅款式咧就係可能佢一個圓木嘅劍球啦，或者係一啲單色，就咁紅色啊、藍色咁樣嘅劍球。咁去到有啲咧就係我哋專俾老友記訓練用嘅，我哋就俾佢容易啲啦，佢接嘅位置咧會比較大嘅，係啦。去到再高級啲啦，咁我哋開始會多一啲圖案啦，即係有啲俾小朋友得意啲嘅啲貓狗狗啊咁樣，甚至乎咧我哋咧會有啲比賽用嘅木料會靚啲啦，咁樣可能就係俾我哋一啲比賽嘅款式咁樣咯。咁呢3款咧，其實都比較特別嘅款式嚟嘅。其中第一款啦，都係我哋嘅學生，而家都由學生變咗個教練。咁佢設計嘅一個劍球啦，係啦。咁啊用嘅木料咧都會比較腍身少少，做花式會比較穩定，會容易啲。咁啊，例如好似呢隻啦，咁呢個咧就係棵樹咧一鋸落嚟咧就係紫色嘅。咁坊間就比較少有咯。最後呢個咧就係我之前喺台灣受訓嘅隊友啦，咁佢而家咧都係全職做緊呢個劍球嘅表演者嚟嘅，咁佢嘅出嘅一個特別版嘅劍球咁樣。我哋會有唔同類型嘅賽事啦，有啲可能簡單啲嘅，1分鐘咧去做一個招式鬥多下；有啲咧係講求我哋嘅創意多啲啦，喺指定嘅時間咧去打你自己嘅表演嘅花式。另外一個咧就係大會預先會公布咗賽事嘅項目㗎啦，咁你就要不斷去練習嗰啲花式咧，可能喺指定時間入邊就鬥多分咁樣啦。咁其實我哋每年咧香港咧都會有一個劍球嘅比賽啦，咁我哋比較大型啲嘅賽事就第一啦，就係我哋嘅學界賽，就專係俾學校去參加啦。第二咧就係我哋嘅全港花式劍球大賽，咁咧就係俾全港有興趣玩劍球嘅朋友仔去參加嘅。如果要講到最大型嘅賽事咧，就不得不提咧，就係每一年嘅劍球世界盃啦。咁咧呢個劍球世界盃咧都喺日本嘅廣島舉行嘅，係啦。咁我
大約我哋都去咗4、5屆啦，係啦，今年咧都嚟到第11年啦。哇！好，跟住咧一齊做嘅，我哋拉氣之後就坐低。係啦，恭喜你做到啦，已經。我得。就係咁啦。係啦，非常之好。大家好，我係浩欣，我係香港花式劍球協會嘅教練，我玩咗劍球4年。大家好，我係嚟自香港花式劍球協會嘅 Catherine， 我玩咗劍球3年嘅。Hello， 大家好，我係香港花式劍球協會嘅教練，我叫子心，咁玩咗劍球大概3年。